大家好啊！今天有一陕西的一粉丝过来找我啊，大家可以看他的这个掌纹，他这个首先掌型它属于方形掌，方形掌注意心脑血管方面，咱们对应着心脑血管就可以看，在心线上有一个三角，有点心律不齐，而且它这个有这根线是动脉供血差，再加上这种毛细血管循环。这根线也是这根线也是轻微的穿透它，也是血压不稳咱们看这只手也是主要是针对心脑血管这一块，可以看大家可以看这个位置有一三角，看到没有？真是能看得清吗？能。这个三角呢是眼底有点动脉硬化也是对应的它的供血，动脉供血，供血不足对应的